今仔日是随机攻击发生后第一个上班日，不少民众到发生代志的中山商圈献花来哀悼。其中一个红杀害的姓肖的妻事，伊的家属是连续2天回到现场，甲想要讲的话写伫个纸条啊面顶。伊的姐姐来写讲，亲爱的小弟善良佮努力，但是社会病态，互小弟遭受到灾厄。伊讲这同济，只会当伫个拜位的头前来拜祭品，实在互伊心痛，目屎飞袂离。大早市台北市发生随机攻击意外，今仔日嘛是有真侪民众去献花，姓肖死者的家属嘛搁一摆回到现场哀悼。家属打纸条翕相，心情是真悲伤。这一张黄色纸条，就是来自姓肖死者姐姐对伊的思念。姐姐艰苦写，社会病态，互你扫到风台尾，何阮含你永远分离。佮讲无法度理解，先怎当这今日当徛伫咧新竹牌仔头前服侍餐点，伊感觉真艰苦，想到就流目屎。若前一天姐姐冇来到现场写亲爱的小弟，竟善良骨力拍拼你，我爱你。阮规家伙仔拢爱你，甚至讲希望替你挡下这一切。我觉得妈妈们真的很可怜，真的会受不了。我跟你讲，真的眼泪都已经哭干了啦。我如果转过来就会经过，所以我今天就想说，那我就去弄了一个像刚才那个袋子。我那时候是在办公室，然后只是听到消息以后，我们就想说等歹徒安全都完了以后，我们才撤离这样。其他民众想到迄天恐怖的过程，嘛是也会惊。不过对受害者家属来讲，亲人伫咧这一边攻击事件内底不幸过身，更加争取永远的痛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